燕，我今年7岁，这是我胖爸爸，全台湾最开心的农夫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健健，车明健，今年37岁，我是中二做港中年的客家青年。佢是我的妈妈曾明琪，佢本意也带两个小孩，去8年下种了。大家好。哥，好，这样哥，大力一点，小心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小心，这快了，快成功了，好呀，啊，有用到了，哇，有割到了，哈哈，真的割到了，旺旺旺，对，我们客家话叫狗，哎，哎，原来有咸的擂茶，所以这么丰富就是为了咸的擂茶，对，是懒得讲啊，真的好喝，嘴唇超痛的吗？不会啊，哈，今天会动吗？不会哈，哇，好可爱呀，他不能讲话了，很痛。很痛啊，那我帮他拿掉好不好？嗨！因为我们做铁的，现在刚好正值收割期，所以要先割稻，割完稻才能出去玩啊。对，哎呀，对，顾棒哎，顾棒哎，就是割稻，知道吗？哎，要买你母做海呢。在乡下，其实我都不喜欢穿鞋子。作为一个农夫，除了看手上长茧之外，有没有？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看他是不是农夫，就是看脚后面有没有看裂对痕。裂痕，脚踩在田里有没有？就是这样。小朋友，你的脚底我看看，脚底，抬起来。抬起来。那你这样会不会痛？会动吗？不会。那以后你要干嘛？你要当什么？你要当什么？大声讲。农夫。对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去鼓风了哈，拜拜，走了 ，Go！阿宙之前我听我爸讲是从那个桃园，因为好像以前生活比较辛苦，看来花东有没有发展，所以阿宙举家搬迁来到花莲玉里，后来从阿宙、阿公到爸爸，对，妈妈的话就是从南投跟阿公、阿婆跟阿公、外公一起来到玉里，这样。后来他们刚刚好又是隔壁邻居，后来所以就这样2个客家人就认识，后来就生了一个超可爱的客家小孩小健健。准备开始割稻啦！古老的时候有没有？都是用镰刀手工啊。可是我从事农业到现在，从来没有很少手工了，因为那是以前古早的。现在有没有看到这台机器？我们现在就是用收割机来收割了，所以现在农业已经机械化了。啊，纯烟熬一天数嘛。不用啦，机械化。我小时候也没有帮忙，他只要坐在这里，静静的看着老爸怎么去收获，怎么去收割，以后位置就是他的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去工作了，做好哈，拜拜，拜拜。我回乡13年了，13年前种田是一件 OK 的事情吗？能赚到钱吗？养家糊口吗？等等的问题，所以我选择去台北工作。后来，当我选择去台北工作的时候，我发现台北消费力好高，等等之类的问题。因为从小到大有帮忙务农，我发现务农其实好像比较适合我的个性。爸妈也是希望回来陪在身边，我就是这样回来。那时候老爸给我一块小块的地，就让我种。后来那一年发生一个很好笑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撒肥料不是都有
大概15天撒一次，15天撒一次，4次它60天。我觉得为什么老一辈要那么笨，要撒4次？所以我把4次的肥料做1次把它撒下去。后来水稻就生病了，我爸就骂得要死。后来之后，他想让我知道说你失败原因，你要去找原因。去农改场上课，去榕树下拿个花生在那边新许多老农听取经验，这都是经验。所以我回乡的时候花了4年的时间，从原本一甲地一般大概都是1万斤，我一开始失败是2000斤而已，从2000、6000、8000到维持到现在回到一般农夫1万斤的等级了，所以我就开始去承租更大的面积，所以那时候就从7、8甲地，后来一次晋升到现在30公顷，30甲。来，纯燕来，这个田角区有没有？就是割稻机割不到的地方啊，有一部分而已，可以真的难得带小孩子也来体验一下，真的以前的手工割稻。是要用镰刀哈？对，要用镰刀。好，镰刀的客家话。镰刀的客家话。不会讲客家话，应该是很多因素。因为家里有在做生意，农业上的生意，接触的人多。玉里的话有外省，有闽南，有客家，有原住民。因为做生意常常要闽南语、国语、闽南语、国语，所以有时候在跟我们讲话的时候转不过来。从小到大吸收到的语言就只有这2个。你说我不会，那要怪爸妈，其实不是，因为你也知道以前工作辛苦。爸妈真的为了工作都没有什么时间了，客家话这一个东西没有学到，我也觉得可惜。家里的教育很重要，你会讲客家话，我建议家里就是可以慢慢讲，真的听得懂。镰刀的客家话，无量妹，无量妹，会了啊，还加了一个了。这样你又学会一个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陈燕来，那边手这样抓着，看一下，这样抓着，那边，对你前面那个，对。这边这样整个抓着，你看你爸爸整个抓着，你看这样，割，这样割 ，OK 吗 ？OK。你割那边，整个抓着，不是另外一只手，对，整个抓着。好，后来镰刀下去一点，很危险，再下去一点，这里对，再下去一点，对，这里好，下去那边对，用力割，对，1、2、3割，小心哦。这样1、2、3 ，OK 吗 ？OK。好，小心，好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呀，被你拔起来了，等一下。来，脚半蹲哈，它离离稻子要距离远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割稻不小心会割到，知道吗？好，来，纯燕来半蹲。好，抓水稻。好，刀子放在水稻上面，这样。刀子放在水稻上面。左手往前。左手往前。右手往后。割。大力一点，小心。来，拉，小心一点。小心，这样快成功了。好呀，有吗？有用到吗？没有用到，有吗？没有。好，站。啊，有用到了，有用到脚吗？我看一下，爸爸看一下。红红的。哇，有割到了，哈哈，真的割到了。会痛吗？啊，小心一点，好不好？想哭啊？让爸爸抱吗？还是你自己可以走？可以走吗？可以走。你很勇敢，对不对？好，走。谢谢。哇，忍耐一下。好了吗？忍耐一下，把它擦干净。有吗？还好吧。回去贴个欧布洞就好。擦干净 ，OK 吗？
这是农夫的标记，你看啊，漂亮。好，来，好，没事，好，不行哭哦。他太小，我会担心。即便是他在割的时候不够力，甚至割到脚，这个是我疏忽，我先说。但我小时候也是从受伤过来的。到长大之后，看了爸爸的手脚的伤，我知道爸爸面临的更多。今天的伤他会掉眼泪，可未来他会有更多的伤。我希望他就不用掉眼泪，直接继续前进。我们没有很好的生活，但最少我们刻苦耐劳，就是有那种客家人的精神。割到有感觉怎样？有点怎样？痛。那你之后会讨厌做农吗？会吗？不会。但你以后还是想当什么？农夫啊。你当农夫为什么要掩饰着难过？要开心一点啊！以后你要当什么？大声说。农夫。点什么师傅啊？波师傅啊？那是谁烟哦？哦，春燕，血烟呢？这是汤圆。好吗？汤圆。耶。好哦。哇。还有放山鸡哎，鸡的客家话怎么讲？土鸡，七家休给土鸡。谢春燕。土鸡。你喜欢吃土鸡吗？来吃。一位一袋两粒。给不哩？等一下，给不哩一袋两个4个七八年呢，下种了，弟弟都受不了。弟弟都会讲了。对啊，弟弟讲一次。我都受不了这么。土鸡，你喜欢吃土鸡吗？来吃。来人家小姐姐啦，你天几多少来？天几啥？天10來，天啥？嘿，供幾多少？供5個生意呢，3個冇2個來，幾百幾些。其他會講客家話嘛？太會講，太冇會講，到天嘅從來唔會講。建築嘛唔會講。做下都叫人哋講客話，係都下人哋講客話。媽媽，你平常時全部攏講客話？冇啊。係咪啊？啊。有冇？我愛農工，愛媽媽莫教，我沒有說謊吧？小姐姐講一來嘅春燕唔會搞掂嘛？冇啊，我都。今仔陣我要搞佢。阿婆好是煮的好是嗬？係啊。你冇羨慕阿婆？羡慕阿婆？羨慕是點心咯。点心。嘿，好食嗎？好食。土雞肉好食嗎？好食。阿婆煮的好食嗎？好食。好，是卡多帶位啲嗎？日擺嘅奶，較早都做好來，伊降落水，天早做好較安心。這一次的泥土要快點做好，因為怕雨水，會很難做。天早做好較安心。提早做完才安心。哎，其實
不要讲那么快，我发现我还听得懂哎，我还听得懂哎。好，爸爸，你下一次想去哪里旅游？我想去台中、嘿，东北。他说他这次想去大陆，后来想去东北。好，那我再问你哈，今年的水稻这样割起来，还算可以吗？就对啦，不过价钱冇好啊。可以啊，可是等一下，可是打死，等一下打死，是价钱呐。哦，价钱。最简单，我们基本的语言开始教，管你穿插国语也好，就是要在里面一定要加客家的一些字。我希望从基础开始啊，也希望我们家最好的老师，2个最好的老师就是爸爸妈妈，从最简单的东西开始教小孩，我们可以开始慢慢听，慢慢学习，活到老学到老嘛，对不对？从简单的单字开始嘛，对不对？喜饱吗？喜饱嘞！看到长辈要讲什么？按照喜饱吗？走啊，喜饱嘞！听说这里很多客家人，他想说让他们体验一下我们这里的客家文化。凤林啊，都是桃竹苗2次移民到这边，日本时代就有了。那你们当初移民来这边都做什么？来这边都种烟叶，对，都是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烟楼，还有稻米、稻田。这边是我们那个有一些老照片，烟叶制造过程。这是种烟叶的时候，我育苗烟叶，然后移植到这边来。这怎么长得很像我们乡下人种菜的？是很像哦，这不是那一般的那个挂菜啊，这是烟。1、2、3，又学会一个了。这是种植的时候在长高的时候啊，这边就一片一片把它采收下来，采好，你看，对，长大了采收，采好之后，我们以前的人呢就把它这样采好，把它收集起来。这是阿婆，对，叫阿婆，他不会回你。我们海丰叫阿婆。好，再过来这边整理好，这是我们凤林最后一期的烟农杨春雄。这是他的提供的老照片。对，弄好之后再把它做整理。了解。然后呢，这是比较现代的，用把烟叶夹起来，夹好之后送到那个烟楼里面。为什么最后收成的烟叶要送到烟楼里面？需要把它烘干啊。烘干哦。对啊，烘干你们才可以制烟呐。来，我们来去看烟楼哈，这就是我们的烟楼，有没有看到？老板娘，我们这一趟除了知道客家文化之外，我希望教小朋友许多的客家话，所以烟楼的客家话怎么讲？认溜。认溜。
哦，好棒好棒，小朋友好棒。老板娘，那个燕溜哎怎么会是2层哈？因为呢，它上面的部分是太子楼部分。第二点呢，它是大阪式烟楼，因为它有分广岛跟大阪。那大阪式烟楼一般是比较高，它是挑高的。像我们这边都是大阪式的烟楼，因为那时候日本人引进来的。美浓那个区块它就属于比较广岛式的，他们就比较矮，对，就没有那么高，这是他们之间的区别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把烟草收割之后，就是放这里面。对，我们要在旁边整理好之后呢，一层一层吊上去这样子。这个呢，我们把它改成了民宿。啊，对，整个改里面还是原来的结构。可以带我们去看吗？哦，可以啊，来，我们把它带你们看，我们改成了民宿。好，走，来。哇，好精致哦！这间烟溜以前就长这样。对啊，它就是结构，它就一层一层上去。然后这个呢要7天7夜都不能休息。哇，烟叶处理要7天7夜。对啊，因为我们要烧木材，慢慢的把它慢慢的把它烘干来这样子。烟农都是非常辛苦。对啊，但是因为我们种植这些烟叶，把我们小孩子养大这样子。对，我们的经济命脉都是靠烟叶。就靠这一间。对啊。然后像我们这边就是最后一期的烟叶，凤梨最后一期，这是属于土叶的部分，它是品质比较好。像它这边的黑色部分是属于天叶的部分，它尼古丁含量比较高。然后在后面那一个比较白的部分是属于上叶的地方。那我们烟叶采收回来，就像它这样子，要挑烟叶，整理烟叶，要串起来或者是夹起来，然后就把它堆起来。到时候在大阪式烟楼就是要把它往上推。哇，7天7夜那么辛苦。对，非常辛苦。看到照片，这个地方在哪里啊？这个地方就是往上面的部分，往上面加起来一层一层的，那一层一层那个木头就是我们的松木。我们弄好之后就再一层层把它架起来。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吗？看一下，我们这个 Kinoki 这个横梁啊，在这边，在哪里？寻找一下，在哪里？在哪一个地方？那里是哪里来？哪里？哪一根？哪一根？打错的，再一次。最大的哦。最大的。最重要的靠它支撑哦，不然这房子就倒掉了。不是吧？来。有没有很大？有没有很大？那个是块木哦。所以那边你看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它一根就是这一根呢。那我们来上去看上面的烟楼结构。上面的烟楼结构。对，来，我们往上面走。1、2，恰恰，推铺来恰，底坑呢来恰，你晓得吗？阿爸有没有阿妈跳舞呢？爸爸以前年轻的时候开课舞来，1、2、3、4，嘿，转，会吗？你看他喜欢这个啦。上面的烟斗结构。对，来，我们往上面走。看到横梁，还有天井，跑去哪里了？那我们横梁就在这边，把它当做1楼跟2楼的一个间隔，对。然后我们的天井往上面，我们是把它封装起来了，因为担心如果小朋友在这边玩或这边睡觉的时候看到比较旧的东西，会有点害怕。我觉得不错你看哦，像我们带小孩子来，除了住进来以外可以感受以外，还可以了解到以前烟楼的一些文化，像照片等等之类的。我觉得双赢呢，好。对啊。
好，动物怎么叫？通过用来叫，像那民宿主人模仿动物的叫声，必须用客语来回答。回答正确的得1分，分数清楚就有奖品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开始来分组喽，等一下要考试喽。那纯叶跟我一组好不好？好，要赢哦，有奖有奖品哦，有奖品哦。分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喽。好，那我们第一题呢？好，汪是什么动物？狗的客语怎么讲？狗的客家。够哎，狗。你讲看看。答不出来了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客家话叫狗。嘿，嘿1、2、3，狗。好，现在开始开第二题喽。喵，好，啊，妹，来，是什么？没有，还有鸟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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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再讲一次，鸟啊。鸟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第3题了。咕咕咕，咕咕咕，给，你呢？大声一点。给哦，给，哎，这是给也可以，因为它是4线，我们海丰叫做盖啊。盖啊！这我们答对了，耶！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开始第4题喽。妹，好，妹妹你先讲。妹啊，好，来，弟弟换你。因为，我们正确答案是羊啊。羊啊，好棒哦！现在我们开始来猜第5题喽。第5题的动物是啊，妹妹先说啦。啊呀哎，好来，弟弟这边呢？啊 A 啊，好，我告诉你们，正确答案就是啊不呀！好，我们再讲一次。啊不，可是刚才我们讲的啊差一个音算对吗？这样子算，给你们通过好了。耶，我们有，你们没有了，走开，我们有哇，我们有奖品来。好，我们刚刚2队呢，比赛结果呢，我们是我们的弟弟男生组。现在来颁发我们的奖品，来努力学了，不要难过，来吃。来，有奖品，快来吃。赔的，来吃看看，先吃看看。对，好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这是香蕉干，来吃看看。所以下次努力学就好，努力写客语，你就可以了，不要哭。他们2个从小到大混在一起，开个车门谁都要冲第1，所以他们2个是一个竞争状态。他只要一点点输，谢纯燕欢呼大声一点，他就哭。好，今天换他欢呼大声一点，对不起，谢纯燕有哭。1秒之内、2秒之内、几分钟又马上和好了。我们刚刚看完烟楼啊，知道以前凤林人种烟叶，可是他们现在没种了。你知道他们种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好，就带你们去看凤林3宝之一。耶！哇，这个不是花生吗？这个就是凤林3宝之一啊。哦，这就是你们家种的花生。对，那个就是我们凤林有名的反挑。反挑是客家话。反挑是客家话。来讲一次反挑。你们种花生种几年了？我们种30多年了。哦，30多年。那我听我妈妈说，之前你们这里是种烟叶，该不会你们家以前也种烟叶的？对啊，我们家在种花生以前它是种烟叶的啊，因为后来公卖局不收烟叶了，那我们就只好去种其他的作物。但因为我们的田没办法有水进去，所以不能种水稻。后来我们只好种一些杂粮类，就种了花生。
请注意了，花生匣来了，请小健健用滚筒，然后塞尾摔，谁能够在花生壳夹在脸上夹最多的获胜。怎么会有那么奇怪的游戏啊？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在剥花生的时候啊，因为你一直在剥花生，会觉得非常的乏味，所以我们就发明了这样子，花生壳把它捏开之后，它会有缝嘛，然后你把它放在那个皮肤上，然后它就会夹住了。哇！等一下，它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什么技巧或优势啊？有啊，它的技巧就是你要皮肤皱褶多一点点的人夹的花生会特别的多。哦，这样不公平哦，我的皮肤那么嫩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有吗？有皮肤很嫩吗？有一点点，有一点。很老吗？没有。对，好儿子，好，那所以我们就分2组来比赛看看对，你哦。们分2组比赛。来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1个，耶！2个，耶！我们很强哦，哈。哎，我赢了吧？你们还没好哎，你看。嘴唇超痛的吧？不会啊，哈。今天会动吗？不会哈。哇，好可爱呀！他不能讲话了。对。好，不要。很痛。很痛啊，嘴唇很痛，嘴唇很痛，真的。OK 吗？很痛。很痛啊，那我把它拿掉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要哭了。我夹自己。你要夹自己哦。你们赢了吧？宣布谁赢了？宣布。哇，拍手耶耶！摇，哇！摇掉，好厉害！姐姐，为什么要养这么多的？等下了，等下，不是叫姐姐，叫阿姨。不是啦，不是，对不起，不是叫姐姐。没有，我校长。你们赢了吧？宣布谁赢了？宣布。哇，拍手耶耶！摇，哇！摇掉，好厉害！你要找很多芒啊。哦，芒啊！念一下，芒啊，不是芒啊哦。哦，不是芒啊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把花生加进去。哦。那你们要试炒看看吗？全叶来，用力哦。用力炒哦，不然它中间会烧焦，你们等一下就会吃到超灰搭的花生。哇，超会大！所以等一下换我们用力。好厉害哦！它一般要炒多久？它大概这个，因为我们是有加油去弄，所以它时间大概是15分钟就会弄炒好，就会熟这样子。这样子炒手会酸吗？不会酸了，那你要不要多炒一下？我就不要开我的秘密武器了。哇，还有秘密武器啊！那等秘密武器好不好？然后秘密武器是什么？哇！转呐，七彩霓虹灯，哇，还可以转呢。对，它就可以转，因为不然我们在煮的时候，你要一直翻15分钟，有点累。好吃吗？1、2、3，好吃。那今天客家语加了几个？哇，你们今天学了很多客家语，学了几个？烟楼怎么讲？烟喽，盐喽。好，花生。番条，炒花生。超番条。哇，厉害耶！哇，真的还记得。
这没有。怎样？会烫到？你是我的朋友啊！哦，对不起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对不起，可以吗？新山好，大家好。老师，我今天带小朋友还有一家人来这里，想认识我们所谓客家的染布，你可以介绍一下吗？可以，客家人的染布呢是从蓝色，就是蓝山。一开始都是蓝色的。那蓝色呢，因为它是冷染，所以后来我们就研发了很多其他植物上的不同的植物呢，有不同的颜色。蓝染是什么东西啊？马兰这个植物就是一个马兰的植物去萃取的染汁，它是冷的，一次浸泡。跟太阳做结合，氧化之后呢，再来第二次，次数越多，颜色越深。这个就是蓝染啊，它是冷染呢，就是冷的浸泡，对，用冷的方式。了解了解。只有蓝染是冷染，就是浸泡，其他是热的，其他的植物是热染。了解了解。这个洋葱皮，它可以染出什么颜色？哇，老师，好，洋葱皮也可以染色哦。可以呀。哇，哎，你们选什么颜色？就是这个。哇，好厉害哦，猜对了。好，这个叫做大叶懒人。这个可以染出什么颜色？哎，是吗？好，对，是这个颜色。对，好厉害。怎么可能是这个颜色？要不然是哪个颜色？要不然你觉得它是什么颜色？它很像这个颜色。哦，老师为什么？哦，这个大叶染人它经过加热萃取之后呢，它就会呈现这个墨绿色，染出来的颜色就是这个颜色。呀，马该。它叫鼠狼，鼠龙，树龙，所以是这个颜色吗？对，哇，终于猜对了一个，这么厉害，咖啡色，哦，咖啡色，对，咖啡色，咖啡色，一起，咖啡色，主管色，还有从头到尾主管色，因为以前没有咖啡。以前的人没有咖啡，所以没有咖啡色，所以它很像猪肝的颜色。猪肝哦，有像哎。咖啡色怎么讲？咖啡，咖啡，咖啡。1、2、3，咖啡。好热情，好热情，很棒，对。
大家好。好，小朋友，摆在前面这个是要做什么用的，知道吗？猜看看给你们猜看看。这是做什么用的？打麻吉。啊，你呢？不对。弟弟呢？炒饭也不对。你是不是再猜一个？再猜一个哦，再猜一个，叫猜不对我就要公布答案哦。这叫做什么的？擂茶。哇，答对了！哇，好厉害哦！擂茶。哎，他假放到擂茶，讲一遍。擂茶。好，小朋友，我们现在开始来擂茶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擂茶哈，它有3种食材哦，这个嘿这边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们一个人要选3种东西来。先选第一种茶蜜。茶米在哪里？茶米不该，哎好，茶蜜哦，先放这边。好，听一种芝麻，再选一样，芝麻，马看到芝麻，马该是芝麻，芝麻，添一种，挑一种，马该是芝麻，芝麻，嘿，马看到芝麻哦。第3种，梯条黑马该，梯条是什么？梯条黑马该，拿不到，梯条黑马该，哦，梯条，喂，那个跟梯条，喂，那个梯条一点都不像梯条，哦，梯条哈，这个梯条，这梯条哈，好，都选好了对不对？哎，选好了哈，等一下得给爸爸妈妈喝了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哇，终于完成了！哇，接下来大家要做什么？冲水喽，冲水进去就可以喝了哈。可是我流口水了，因为太想喝看看了。你也要流口水了？我们2个都肚子饿了。一人装1碗给你们喝，好不好？好。红豆哎。哇，这个是蜜芳。来喽！哇，下去哇！好，群燕的爱心哦。爱心，擂茶，好喝吗？宝宝好喝到不要流眼泪啊！好喝到爆了。对。第一次当爸爸的心情，那时候就想说努力工作。为了努力就是养小孩、养老婆等等之类的。当然他小，不奢望他能为我做什么，只希望他快点长大。可是今天他为了我做一个磨擂茶这个动作，我就觉得哇，再累、流汗、流血、累趴了，2个字，值得。开始来喝这个咸的擂茶喽！哦，阿生狗，我们原来有咸的擂茶，所以这个丰富就是为了咸的擂茶。对，其实这个擂茶本来以前就叫做咸茶，是喝咸的，传统是喝咸的。哦，那现在你们喝的那个甜的有没有？那是现代改良版的啦，那是大众喝的。擂茶泡饭，好，饭不要装太多，好，装一点就好了哈。好，然后菜加在里面。好。哇，现在加的是萝卜干呢。哦，2堆萝卜干。哦，萝卜干。豆干呢？挑干。还有调味。哦，然后米冻。加几个？加2个。好，哇，好鸡蛋。哇，咸的。好美。哦，好美。擂茶，
面丝，然后摕我甜的木姜上，系嘛？是哪个讲？真的好吃，好吃吗？哦，你又闭眼睛，你又给我闭眼睛，哇！你看闭眼睛，哇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哇！好吃，这样。好吃，都很好吃。好吃。我收获很大，我另外一面就是忙碌，因为我管理那么多甲的农地，我知道我唯一的缺点就是陪伴小孩时间不多，也希望不是只有借由节目才跟他们陪伴，在节目以外，在镜头以外，也想好好了解自己的小孩的个性或自己小孩的需要，因为这是我从小到大也缺少的，因为爸妈忙，换到我忙了，对，阿珂扛了一家的重担。有时候很难兼顾，对，所以这时候对着镜头说：“谢谢老婆，你辛苦了。”我觉得很好玩的是猜动物。好啊，因为你喜欢那个山羊，叫什么？山羊王。你有拿东西喂它，是不是？对。你喜欢动物是不是？然后林思怡就要喂小只的。那猜动物那里是哪里？你还记得吗？沿楼那边。哎耶！